赖清德总统今仔日去参加三军的毕业典礼，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有来到位。赖清德是来勉励毕业生，唔通袂记得家己的信念，未来爱为国家甲人民来保护台湾的安全。另外，咱的赖总统也来肯定顾立雄来推动的国防改革。身为三军统帅，我的使命就是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。 保护全体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我非常支持国安部顾立雄部长最近所推动的新的国防改革，也就是在确保军纪的前提之下，减少没有必要的规定，精简不需要的流程，不要拘泥于形式主义。 也不要安于现状。对画面当中呢，咱看到赖清德甲这个毕业证书颁予毕业生，也甲学生做伙来翕相，以免呢大家爱会记得做军人的迄份心意。面对时代，就爱持续来精进甲学习，对国家尽忠来保卫人民，也守护民主。